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台湾新闻故事，家人白米红。王阿姐，王阿姐，乐乐，啥物代志遮落痛啊？王阿姐，爸爸妈妈明仔载要带我去家人佚佗。因讲的家人，就是咱顶届讲的旧将军甲加巴兰公主的囡仔后来去的所在，敢是？无毋对，因的囡仔变做和平岛，就是伫家人的外海哦。耶，我就知。王阿姐，请问家人伫倒啊？家人是伫台湾上北边的都市，家人市中心的家人港是北台湾上重要、会当停上济船的港口，所以有台湾头的外号。家人因为河水高，嘛互人叫做河港、河都。乐乐，恁爸爸妈妈要带你去家人，是要去家人的什么景点呢？因讲要带我去爬山，看会发射大炮的炮台。好想法。家人的炮台真济哦。是安怎？家人的地理位置好啊，较早别个国家想要侵占台湾，拢会先攻击家人。迄阵的人想要保护家人，想到山顶视野才好，较袂互敌军发现，所以就伫山顶设炮台来准备烧战哦。乐乐，爸爸妈妈要带你去倒一个炮台咧？我会记得是甲食的白米有关系。安尼应该是白米红炮台。迄个白米，敢真正是咱食的白米？小朋友，甲乐乐做伙想看卖，白米红炮台的白米是啥物咧？一，咱食的白米；二，色水像白米同款的炮台底座；三，外形像白米同款的大炮。伫解答之前，做伙来听白米红炮台的传说故事。真久以前，荷兰人想要攻打台湾，因的军队决定要先拍家人，只要把这个港口拍落来，就会当顺利入去台湾。战争开始啊！哎呦，这顶红头鬃的人是为倒位来的啦？安尼，逐工战争，咱有厝嘛无法度回去啊！啥物厝啊？厝已经被炮弹毁掉啊啦！妈妈，我巴肚枵啊！妹妹啊，咱先离起来，妈妈才搁找食的，互你食好。安尼落去吼，咱是要食啥啦？紧看，头前有一个洞坑，咱紧避入去。妹妹，紧嘞！妈妈，我巴肚就枵诶！战争的时阵，炮弹是无生目睭的。迄阵的居民，干那通凊采炸简单的行李甲食的，找一个看起来真硬斗、真压贴的洞坑秘一个。只是一直秘伫洞坑内底，食的物件总是会食了的啊。妈妈，我阁想要食饭。你看我拢已经枵甲大肠骨小肠啊！妹妹啊，哎呀，是要安怎？哎呀，啊好无，你遐敢阁有食的物件？阮兜有老的囡仔，早都拢食空空啊！阮兜弟弟嘛咧化枵咧，哎呦，哎呀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行，妹妹，咱来去看其他所在敢有通食。行咧，巴肚都袂再枵啊！哈。巴肚就枵诶，哪有亏来行咯？妹妹，莫哭啦！哎呦，是要安怎才好啦？头前迄白白是啥哈？这是白米呢！妹妹，咱有救啊！是白米呢！我就枵诶啦！妈妈摕食的，有够难食。这个妈妈牵查某囝的手，摕白米返去住一个所在，甲大家讲这个好消息。各位，我伫头前发现这呢，
这是白米哦。哎呦，这个磅空内底竟然有白米啊！我嘛要去看卖咧。在伫头前，大家对我来。米磅空内底人来到发现白米的所在，遐有一个空，只要有人一接近，就会有白米对空内底冒出来。大家看到足欢喜的。神奇的是，大家人摕到的米，拄啊好拢有够家己甲厝内底的人食哦。妈妈，这米煮出来的饭就香就好食呢。有影足神奇的，这白米特别好煮。咱未来磅空哪有啥物鞋啊、碗通用？想袂到凊彩的水甲苦甲煮咧，都遮好食。米伫磅空的人要煮饭的时阵，就会到白米档遮来摕白米。白米档就像下元档，大概出的米总是袂伤济，嘛袂伤少，拄啊好会当甲因一家伙仔饲好饱。一直到有一天暗时，大家咧困的时阵，有一个人来到白米档的头前。我想要搁较济白米，阮兜人口伤济，除了食米，搁要食肉。既然这个空会当抱出白米，我来甲乌较大空呢，安尼就会当摕搁较济啊！这个人摕工具出来，真细字装啊装，乌啊乌，甲本地白米大细空，用甲5支镜头啊，拢伸了入去啊！哈哈，果然有白米流出来啊，足好个咧！过来，过来！哈哈哈哈哈！无够，过来！伊对白米档内底探头一看，哎呀，规个暗蒙蒙。啥？无啊？哪有可能？伊搁看较详细咧，档内底暗蒙蒙，啥物拢无。伊真意外又搁惊吓，甲乌空的工具等一边。甲挖着的白米炸咧，走出磅空。过顿工早起，大家要去领白米的时阵，发现洞口变大，而且嘛已经无白米流落来啊！哎呦，是谁呐？是谁做的好代志？免会安尼，咱是要食啥？磅空内底居民真生气，阁真艰苦，大家敢若会用分寸落来白米。经过伫磅空内底日子，因为遮捌流出白米，所以就互人叫做白米甕。设伫遮的炮台，嘛互人叫做白米甕炮台。迄个人真小贪，害大家无米通食，足害的。是啊，伫战争的时阵，白米是真珍贵的。所以白米甕炮台的白米，就是咱食的白米呢。是啊，嘛有人讲，因为迄个空是生做像底白米的大甕。王阿姐，白米甕炮台，敢阁会继续发射大炮？白米甕炮台即马无大炮啊，毋过恁去要是会当看到当年的炮组围只。白米甕炮台有4个炮组，因伫山骹会当看到下骹的大海甲家人港。当年这个炮台就是负责保护家人外海，甲想要入侵的船挡掉咧哦。哦，白米甕炮台真重要呢，敢会当防止一人入来台湾，拢可以啊。露露讲了无毋对。那安尼，我伫白米甕炮台，敢会看到旧将军甲加巴人公主的囡仔？伫炮台区看袂到和平岛哦，毋过会当看到家人外海的家人树哦。原来家人外海有真侪小岛，真特别。王阿姐，白米甕炮台看煞，阁会当去倒位咧？恁若是参观白米甕炮台煞，会当去家人港口行行咧。即卖海洋广场是重新设计过，会当伫遐行行咧，看港口的船，甲掠鱼的马肉。啊，恁阁会当去和平岛洗洗咧，有公园会当耍水，食青的海产。食一顿青草的，耶，足好诶！多谢王阿姐的介绍，我等袂赴要来看白米甕炮台甲和平岛啊！小朋友，若是你嘛有去白米甕炮台、家人的其他景点耍，要是食啥物好食的家人海产，欢迎你写批加相片甲我分享哦！再会。
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，喜欢小星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星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，嘛莫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